主后2024年4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悲伤甲失志中得拯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43篇第1节到第5节。上帝啊，求你主持公道，对无敬畏你的国替我伸冤。求你救我脱离奸诈不义的人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堡垒。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、悲伤行来行去？求你显出你的光甲真实来引带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会幕。我就到上帝的祭坛，到我极大欢喜的上帝遐。上帝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嗨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豫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对悲伤甲失志中得拯救。诗篇43篇是顶一篇流亡者的祈祷的续篇。伫这两篇的最后，诗人拢安尼讲：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嗨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豫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咱通看到诗人上款感觉悲伤甲失志，却常时对上帝心存仰望甲颂赞。一个人感觉悲伤，怎样可能还会颂赞上帝呢？我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嗨惨？诗人重复上款的话，自问自答。第42篇，诗人因为受迫离开上帝的居所耶路撒冷，感觉互上帝放杀，就对上帝发出较无吱声。第43篇，诗人搁较强烈渴望上帝甲伊带转来圣山锡安，互伊转来上帝的殿宇，重温甲上帝亲密的光景。悲伤是一种真深的忧愁，特别是失去亲人的时阵，就会涌现这种情绪。假使亲人是久病过身，家属检采心内早就有准备，悲伤的程度也袂致含遐尼深。总是亲人若是因故猝死，也是意外离世，当下的冲击实在互人压力接受，忧愁痛苦随即接续对得来，内心深处若像风夜空气共款，无法度祈祷，也无法度思考。拥有信仰的咱，面对汹涌来的失落，往往必思不解，袂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失志是感觉灰心丧志，充满无力感。我想起家己牧会初期，等候时真认真服侍，用心准备每一遍的讲道，温群关心探访信徒。总是我也经常感觉失志甲灰心，真容易因为一寡负面言语的打击就受伤害，陷入失志的深渊。安怎伫悲伤甲失志中，还会当保持仰望甲颂赞呢？诗人伫极度哀痛中，求上帝引带伊到圣山，到上帝的祭坛前。这是伊唯一会当得到医治甲帮赞的方法。圣山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、向伊祈祷的所在。若是祭坛是向上帝献祭的所在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借着献祭来维持因甲上帝的关系。
提醒家己的生活爱符合上帝的标准。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，虽然咱无搁再用祭物来献祭，总是每一日的灵修，其实就是一种献祭。这段是咱献心望主悦纳甲祈祷得随听的地方。保罗捌讲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肯定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，是圣洁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你悲伤郁卒嘛？你失志嘛？愿你带着这悲伤郁卒失志的重担到上帝面前，伊要赐予你喜乐甲平安，予你重新得力。毋那单单仰望伊，也着爱上赞伊。默想伫困境中，我也会当上赞上帝嘛？伫困境中，我也会当上赞上帝嘛？咱来祈祷，赐喜乐甲救恩的上帝啊，愿你感动我，带领我到你的面前。我要唱诗上赞，祈祷默想，甲重担压力拢卸予你。相信你要互我重新得力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